唔知大家有冇察覺到一個問題？絕大多數嘅普通人都缺乏納稅人意識，特別係響一啲冚家產專家嘅洗腦教育之下，大肆宣揚某某 party 為我哋提供咗教育資源，提供咗醫療保障，提供咗和平年代，要我哋心存感激。但其實我認為更精準嘅說法係，呢啲成果都係億萬納稅人共同出資、共同建設出嚟㗎。你試諗下，出糧要交個稅，買樓要交契稅，買車要交車船稅。你搭的士、搭高鐵，其實都響度交緊稅。一生人裏邊，幾乎每一樣同錢相關嘅都涉及到稅收問題。咁呢啲錢又去咗邊度？整路、起高架橋、創辦學校、建立醫療衛生系統，以上種種都係由納稅人出嘅錢。你而家見到嘅成果，並唔係有人單方面輸出，而係大家出錢出力換嚟嘅公共資源。而家細蚊仔可以讀公立學校，係因為早就有人為教育資源作貢獻。醫保有得報銷，跳廣場舞啲大媽有退休金攞，係因為個個月有打工仔交社保。公務員嘅工資都係嚟自納稅人嘅貢獻。簡單嚟講，我哋就係呢個社會嘅實際出資人。咁既然係出資人，我哋就有資格去期待更優質嘅教育、更完善嘅醫療保障、更高效嘅辦事能力，同埋更謙卑嘅服務態度。你哋話係唔係？